台独孤花莲站。花莲好美，欢迎你！打招呼。像说是很幸福、甜蜜的一个画面，但是不好意思，就是要配合做这个动作。要呼吸，等一下会变浪费，对，族群融合哦，干嘛分区呢？是不是？对呀。
下，长阿下，花莲，阿来哈那诺亚，妈，我快到家了，等我哦。爸，快到花莲喽！花莲真的好漂亮哦。